坐在佛堂，各位道理啊。人地讲天堂美丽，你敢想袂起？你敢知这讲心胆荒谬的旨意？哪有人想了生死，爱我就可以？虽然我讲讲点点，也是为苦海孤儿。有缘人欢欢喜喜，终生轻翻去发挥，将今后顾留代志，坚信金山水。做一个别样的修子，伊若无卡输。人地讲这菜落伍，迄是过去事。新时代健康营养，大家有研究。哪有人想要长寿？唔通食禽兽，无烦无恼无怨愁，自然就快乐悠悠。全拢是兄弟姊妹，虽然形似你不输，赶紧囥亲正朋友，自比心心修。做一个别样的修士，就爱守本分。人地讲知足上路，何必甲人争？虽然是初地当饭，犹原甜无味。唔免惊家顶山食，甲咱无比拼。讲生生多变，都应该感觉公平。每日着欢欢喜喜，度人平生健光明。这正是真真正正，受到人的心。